哦哟，阿表搞這麼大陣仗的喎。唔講地嘢，啦啦聲上車，今日帶你盤大物，得不得的哦？秘密吊位，你識過啦。哦哟，開搞開搞。阿表，這個釣位可是我用尋龍分金看出來的釣位，下面都是大野魚，你可不要亂告訴別人。哦哟呀表，你這什麼話哦？難道你還信不過嗎？爸比，這個是什麼東西啊？這群釣魚佬竟然還敢來！上次把我97碼和99碼給釣走了，喪子之痛，今日必報此仇。來吧，釣魚佬，一決高下吧。對了，阿表，認識你這麼久，還不知道你是哪裡人呢？廣西的哦。廣西是哪個省？哦哟表，廣西你都不知道嗎？楚哥，你知道嗎？唔出聲，我有預感來預了。這才剛釣多久？表，快幫我，快幫我！你自求多福吧，我這也上大魚了啊！冇理由，點解佢同時上大魚呢？應該是一隻非常之大的大魚，同時把我們的魚料都食咗，而且嚟釣魚起碼100斤皇上。原來如此咩？那呀表，你們是不是沒用力啊？我吃奶的力氣都用盡了哦。看我的！這些釣魚佬力氣居然這麼大，但我可是吃饵料長大的。阿表，要不我們放手吧，我就要撐不住了。釣魚人釣魚魂，就算雙臂扯斷，我腦裏邊也不能有放手意志。表，就我不會游泳的嗎？很好，到了水裡你就猶如待宰的羔羊，必須狠狠教訓你這家伙了。阿表呢？你哭咩啫？阿表總未死啊！我是心疼我的杆子啊，那可是我前認送我的啊！收聲啦，夠阿表要緊。很好，釣魚佬，準備好受死吧！都是你們這些釣魚佬，害得我2碼一去不復返。你瘋了，咬我幹什麼？給我鬆口！小頂住，我即刻來救你了。剛剛那個是什麼東西？是阿表嗎？表真係猛，阿表原來你咁犀利個咩？直接落水把大魚找返上來。廣西人的水性原來這麼好的嗎？阿表示我誤會你了，我還以為你掉水裡被沖走了呢。基本操作的哦，可別羨慕我哦，我只知個傳說哦。個釣魚居然咁氣大，難怪有力氣將我哋3個都拖落水。不過阿表，你臉上的印係點回事？這個是我在水下憋氣憋太久了。楚哥阿表，你們兩個知道接下來最重要的是什麼嗎？通醬料酒，起鍋燒油，清蒸紅燒魚頭湯。哦喲，我口水都要流下來了啵。對啦，這是重要的事情嗎？哦喲表，釣到魚不是吃，還能幹嘛呢？最重要的當然是。哥，華子拿着，你這條魚是在哪裡釣的？這種感覺比我之前中了1000萬還要過癮。雞脖強啊表，你這想法太好了哦，這種萬人矚目的感覺，堪比我在老家唱山歌的時候哦。讓這些釣魚佬羨慕去吧。真係太過癮了，下次重來。阿叔，麻煩讓一下。哎呦，撞人了，撞人了！係啩？我這82年的拖拉機都來碰瓷。阿叔，都係一個村的，你來碰瓷未免太不講理了吧？什麼碰瓷？明明是你撞的我，沒有180萬的，我就不錢了。搞什
什么鬼？大爷，你要点脸吗？还摆80万，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是啊，平时就靠钓鱼维持下